长他人儿大，绿春春你生日，大帮儿的问得比萨罗木苏木那罗木大仓儿啊，四个哥哥。大帮儿的问得比萨。放心了，大家心中来好不好？哎，马上，红旗马上，他说差点。
点了啥？ 啊，行行行，这专家闺女。
저기까지 가서 그렇게 정도였을 거야. 여기서 삽삽했다 저기서.
该出门个不菜了。看干什么？正好开了，不开了。啥啥干了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这个不要给的。呀啦！这个都好拉好。这个我是你干嘛他妈的？你干什么？那你们那车子吧。Hadi sadece. Sen daha gel.
个真是红。过去，过去。
太聪明了吧？有的，对吧？马家大伙，你家我不到，有的没有包家也不嘛去，有的没你嘛去，哎，之前是有那个商店，一般全部是七八九，哎，人往打灯笼嘛，吃手灯笼嘛，哎，大家嘛就吃商店，他这个包的。锅子也可以，有的这有的红了，有的个辣椒豆，咱也给这个红了，给上这个这个也给这个红了，有的开门在起是包家的嘛，有的是这样给这个红了过，有的大你们就把火就都把就起去，要辣椒姑娘。这个吧，你这包家一副冷的这半天了，这包产值我抢说。对，看，你这给了。这开了，所以讲大伙子要，这真的是你管的给合同，咱们那边说。谁也没这，这个很难吧？这就是这个，他可能人嘛，也要过了，放心吧。我这开门在户嘛，有的人去这边去了。这包家是什么名字？啊，妈。上了。700多这个存款几本呢？这个这个快递和哪家包家，这个这个后面是货，哪一个哪一个，这如果这的，呀，舍得这个也不好花不？这你可是浪的了。外面百姓你这个，这你一个。俺这个真的个啥，也那个真的嘞。我你不看，很大的。那你不看？
谁说喝这个？谁讲个红红笑？啥叫红笑嘛？谁讲个啥？一块是平的，超过肯定。我你这个，呀，这不这个，这超过肯。妈，说到这啊，走吧，走，走，进走，过来，老李过来。年夜军爷师傅，怎样大福？师傅，年夜军爷师傅怎样大福？军爷师傅有大福不？大福，别大福，这个这个去，这个大福，今天看这个去，要多，哎，这摇这牙吃，我家哥，老大吃不过，这个这白不行，吃不开。最好要这黑看这个样子，这里边感觉是一看不了，他这不加呀，让我啥给你看，这是把问题，这样明白喏。把这要口去的，这个呀，老大孩子，你把这你吃过啥？把个孩子的。啥肯定这边呢？这吃啥肯定这边啥肯定这边。千万两个，您这两个。有个啥？千万两个，你两个了。哎，这个叫哎，你千万两个，民这两个，我这2个。是叫你别打包牛的，哎，别那吃好。两地人自己打的，都打不了。还有一遍，还有是花龟看了看了，咱都走了。花龟看了看了，有的，一般的看了，真是看这个了。花龟都看了，这。外边是关多，这边还有24分的9元，哎，为啥没过？这个错话太直了，没货，这个叫嘛不看，我家也不是我跟你说哈，出来，我家也是
俺这是吃面的不困难了啊！有的24公斤长大了，是我家闺女啥闺女，不好你吧，多亏了。24公斤叫哪边去？我把那娃给吃个上边溜，这大鱼那个，这花龟，这蓝龟。世界大他有人办，有办。年轻人，哎，当时见过我，包家以后让他说，但是一块的做啥吃的么？这好给你。但是一块啊，也不是这种。这二位这你看到吗？包家二位一块，我说你么？赶紧去，我也不干，我就。
长他人儿大，绿晨晨你生日大棒。